当拢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麻油芳，生袂过是四地帮。联合国就公布一控制数世界人口报告，有一寡国家有新的负责人，伫有新的时也是生囝了后死亡率拢在加悬，其中嘛包括正进步的英国和美国在内，主要拢是因为黑人也有产车的妇女，医疗资源相对较欠缺。另外，伫国家和国家之间无平等嘛，愈来愈厉害。非洲的女性有新生囝死亡的比率是比欧美国家的女性悬出130倍。这几年社会健康状况真受重视，联合国17公布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就特别针对这点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为2016年以来，部分国家的产妇死亡率一直欠悬，其中就英国甲美国，主要原因是黑人甲产车妇女得到医疗资源是较少。This concerning trend applies to countries across the economic spectrum. Even in relatively wealthy n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 failures in medical care for Black women who are 3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giving birth than their white counterparts. 这报告是联合国人口基金部门为1978年以来每年拢会发布的报告。今年172项报告追踪真侪领域进展，其中有少女有新的比率、艾滋病感染率、家暴立法、甲妇女得到避孕措施。其中伫产妇死亡率方面，有互人真烦恼的发现。最近战争甲冲突，互大港500例本来应有防的产妇死亡，而且国家之间无平等也愈来愈严重。非洲女性比欧洲北美的死亡率悬出130倍。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a fragile health system is 130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complications than a woman in a country with easy access to emergency obstetric care. 联合国人口基金也呼吁对性甲性质健康进行新的投资，佮改善性教育，防止性别的暴力。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